Father, we appreciate you. Heavenly Father, I appreciate you. Heavenly Father, I appreciate you. I love you, adore you, I bow down before you. Heavenly Father, I appreciate you. Son of God, what a wonder you are. Son of God, what a wonder you are. You've cleansed my soul from sin, sent the Holy Ghost within. Son of God, what a wonder you
Heavenly Father, I appreciate you. Heavenly Father, I appreciate you. I love you, adore you, I bow down before you. Heavenly Father, I appreciate you. Son of God, what a wonder you are. Son of God, what a wonder you are. You've cleansed my soul from sin, sent the Holy Ghost within. Son of God, what礼拜中，请咱兄姐安静祈祷。咱礼拜中，请兄姐安静祈祷，欣赏即马的诗歌，即马更新的诗歌，佮安静祈祷。
然后这咱过2分钟就要进行咱的礼拜，请咱坐伫咱的位，莫讲话，安静祈祷，听候要敬拜。然后这平安，咱即时要进入礼拜，用心灵甲真心来敬拜咱的主上帝。唱会经诗，耶和华早起时，你会听我的声。福音正声。
恁义人啊，就因为耶和华来欢喜快乐。心正直的人啊，恁就出欢喜的声。愿一切找你的，因为你欢喜快乐。愿遐个陷入你救恩的，常常讲，着尊上帝最大。来三角吟圣诗181首，同心阿乐天父，请起立吟全首。我心阿乐天父，主言应我上帝，定通灵无强无尽，好天耶稣尊名，上帝都是的行。做我为咱报杀性命，阿上帝圣心，愿灵感化万民，为天降临让人的心，互咱解救我心，阿三位一体。白行诚心上帝，至尊至大万有主宰，阿乐到万万世。有缘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，伫头前使徒圣经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圣母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，顶12架死，埋葬落阴府。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，上天。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圣搁公堂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三甲来启用，启用伫启文29。诗篇119，1051页，启文29。行为无通指责，一声，即款人真有福气，听从上主的教示。一声。即款人真有福气，少年人着安怎互生活顺捷？上主啊，我要专心找求你，我将你的话藏伫心内，求你开我的目睭。我的心悲伤到要喙齿，求你予我无行虚假的道路，求你予我袂意爱虚假，伫患难中我得到安慰。我受管教，对我有利益。我若毋是依爱你的律法，我实在真依爱你的律法。
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你的话一个过水就发出光，你的公义煞到永远。三个来祈祷。阮今仔日过来到主你的面前，用心灵甲精神来敬拜，欢喜快乐来找救主，唱新的歌，学乐阮的主。因为阮羡慕你的救恩，要时常讲，着尊主最大。主啊，阮信靠你，你是阮的救主。是救赎阮脱离罪的主，阮领受救恩，要顺服你。你伫阮的心中真做第一，阮要尊主最大，真做有福气的。感谢主，阮本是有罪至离世的人，但是有经历你的大权能，真做新创造的人。这是属灵活命的更新，安尼，着脱离以前的生活，褪去旧的人，心思意念着完全换新，所以心存欢喜来感谢主。阮是褪去旧的人，求你毋通纪念阮的罪过甲过失。求你照你的慈爱，甲你的恩惠纪念阮，假使阮行正直的路，安尼阮的心神时常敬畏主，甲主有亲密的关系，尊主最大。今仔日是特别的日子，开好会监选牧师，阮毋茫照个人的感动来决定。无论怎样的结果，拢爱顺服合一伫主内面。求主的圣神带领甲坚固，今仔日的好会顺利进行甲完成。教会要进入新的阶段，阮求主互教会福音兴旺，将一切荣耀归乎主。阮安尼祈祷。是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献诗献歌队要献的诗有2首，咱就对主唱歌。第2首，行伫山林小路，吟诗学乐。
三甲来恭读上帝的话，以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1章46节到56节。路加福音第1章46到56节。玛利亚讲：“我的心尊敬主最大。我的神因为救我的上帝来欢喜，因为伊看过女婢的卑微，对答以后，万世代要讲我有福气，因为迄个有权能的为着我做大的代志，伊的名是圣。敬畏伊的人，伊人民因到代代。伊捌用伊的手出开力，甚至骄傲的人又刮煞因，有权能的人伊夺因的位，卑微的人伊成因做悬，枵的人伊用好米互因食到饱。富的人，伊互因空空倒去；伊辅助伊的奴仆以色列，来纪念人民，照伊对咱的主所讲的话，来施乐互亚伯拉罕甲伊的后裔，到永世代。玛利亚甲伊三甲大。约有3个日，才倒去因兜以上。
现在，我心平静来尊重，我心情在对你因公，记醒我耶主。现在，我心偏向来尊重，我心情在对你因公，记醒我耶稣。咱今仔是特别的日子，就是要感选牧师，所以中会派爱兰教会的吴秉正牧师来主持感选，佮讲道，佮咱分享。伊今仔要讲的题目就是我心尊敬我主最大，请牧师。我所敬爱主来也是大家平安。平安。啊，特别领受上帝的话，但是请搁一摆当心啊，来着。特别上帝即时啊，我要来领受你的话，鼓由上帝你的心，若甲阮同在，也同大家，互阮今仔所领受的一切啊，会当成做阮头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感谢基督，靠主耶稣求圣名。阿门。啊，今仔日甲咱分享。就是我心尊敬我主最大。伫19世纪时阵，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画家叫做米勒。伊出世伫一个非常丧乡的家庭。伫大汉了后呢，伊就专心以画图来趁钱。但因为整个环境来变迁，所以就互伊失去伊原来画图的风格，就开始以画这个裸体画来趁钱。有一天，有两个少年人当伫欣赏伊的图的时阵，其中有一位伊就讲，伊讲这个图是啥物人画？另外一个就讲，哦，这个图是米勒画，甚至伊佫讲。伊是一个专门伫画裸体画的画家。无拍算米勒迄时就拄拄徛伫伊边仔，听着伊讲即句话，心内非常艰苦，就想起过去阿嬷对伊所交代的话。阿嬷讲：米勒啊，你千万毋通袂记你是一个基督徒，绝对毋通做出伤风败俗的代志。后来，米勒伊就开始思考，若为着这3顿来画这个裸体画，实在有失伊的人格。后来伊就甲伊的某参详讲：某，我决定无要画裸体画。当我无要画的时阵，可能咱的生活会较艰苦，也只有安尼，我的心灵才有法度得到真正平安。我想到伊的某就讲：好，就照你的心愿去做吧。后来，这个米勒伊就开始改变伊的画风，就以田园甲这个农村的景色为主。伊也画出伊一生上界出名的3幅图。这3幅图检采南北看过，分别就是这个实惠、晚岛甲野金甲，其中有2幅图到即马拢保留伫个罗浮宫的这个博物馆。这个兄弟，你敢知影？咱基督徒伫世间上重要的目的是啥物？有人知无？有没有人知道？我们基督徒一生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就是应邀上帝为伊来活。阿妹无？阿妹然后，
换一句话来讲，就是人爱通过工作表现甲生活态度来迎敬上帝。若要达到这个目标，就常常爱有尊主最大的理念甲行为。伫人类的历史当中，每一世代人拢常常会袂记的上帝恩典，嘛无要照上帝的真理来行。请问是要如何尊主最大呢？也就因为安尼，上帝才伫2000多年前就派天使玛利亚来显现，并清楚对伊表明，上帝要借着伊来出世一个救世主。迄时，玛利亚一听到安尼，哎哟，就足惊吓的，常时伫惊吓当中去学着顺服的功课，也意外互伊的属灵的性命来得到成长。这拢在伫玛利亚伫平常时就有尊主最大的心态，才会晓及时来回应天使讲：我心尊主最大，我的神因为救我的上帝来欢喜。亲爱的兄弟，请问什么是尊主最大？我就用3点来甲咱说明。尊主最大是人谦卑的回应。凭良心讲，对一个住伫庄脚非常单纯的玛利亚来讲，天使的出现以及玛利亚所讲的话，可能会使讲是一个非常这个真特别的经历。无怪天使才会对这个玛利亚讲，伊是一个蒙恩的女子。对待以后，伊无过是一个平凡的女子，乃是上帝心中的宝贝。咱看到玛利亚对上帝的呼召，竟然会当用我心尊主最大的态度来回应上帝，实在使人敬佩，嘛是咱爱去学习的功课。伫2000多年前，莫讲是未婚生子会受人质疑，甚至讲信神要借着玛利亚的腹肚来投胎，这种种不可思议、不可思议的代志，是要叫人如何去接受呢？这一切难题，拢是当时玛利亚家己爱去面对的。亲像这款重担，如果若是落伫你的身上，请问你会当顺服无？但无想到，玛利亚竟然会当用谦逊的心来回应上帝，互上帝会当完成救赎人类的计划。这就是圣经在甲恁讲的：在人所不能，在上帝凡事都能。我想，玛利亚当时的心境应该想讲，有啥物人会当管辖这位创造主？有啥物人会当命令，互无变做有的上帝？伊独独只有顺服，才会当互上帝的旨意来执行。有一个寓言故事，伊讲有一蕊小花生伫一丛真悬大的一个大树骹。互伊感觉真幸运，因为伊会当受到大树的保护，所以就真珍惜伊每一天所享受的迄款安静。无歹势，有一天，突来一个破财人，就将这丛大树甲伊扯掉。迄时，小花心内非常的艰苦，就讲：哎呀，我失去我的保护。对担了后，我会互大风来甲我吹倒，会互大雨来甲我拍倒。就伫迄时，边仔的小树就安慰这位小花讲：你毋通遐悲观啦，因为太阳会光照你，露水嘛要润得你。你的身躯悠远要得到永驻，你开的花同款要真芳，要真水。亲爱兄弟，咱拢是受上帝所创造的人，上帝毋但予咱有智慧，嘛予咱有健康的
身体稳定的头路，以及美满的家庭。其实咱有侪孝顺未了的恩典，阁有耶稣基督救恩，所以伫基督听内面，咱就要亲像这个玛利亚甲小花同款，是蒙恩的创受造者，会当得到无限的照顾。就算讲有一天有患难临到伫咱，相信上帝的恩典是教育咱的。当咱每一摆回想上帝对咱的拣选甲拯救的时阵，咱是毋是会当亲像玛利亚同款，若会晓尊主做大，阁会晓谦卑顺服，互耶稣基督做咱永永远远的救主甲活口。阁来，是嘞。第二，我要甲咱分享的，尊主做大是人一生的目标。其实尊主做大有一个重要意义，就是互主会当得到荣耀甲尊重。所以保罗伊才会讲，无论活还是死，通互基督通过我这个人来得到荣耀。华丽讲，无论是生是死，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。真个兄弟，这个显大就是放大意思，就亲像放大镜同款，会当将原来面甲伊放大，互人会当搁较清楚看见。所以尊主最大，会使讲是将主甲伊放大同款。通互人会当伫立感的心上来看到耶稣，来甲耶稣相对。那安尼，是要如何尊主做大？首先，咱爱离开所有的歹，然后求圣神充满，求圣神洁净。若无，咱的性命就会孤单，无见证。上时啊，嘛互主的名来受到认谅，这就亲像放大镜有裂痕同款，自然就会失去伊的功能。所以，咱爱求主常常来监察咱、试炼咱，看咱的内面有啥物歹所行无。若有，咱就要承认悔改，借着主所赏赐予咱的气力来对付咱的罪，再带互咱活出活泼的生命见证，彰显基督的荣耀，这就是咱基督徒一生的目标。第三，尊主最大是人委身的奉献。当玛利亚接受天使对伊讲信心要借着伊生出一个救世主的时阵，伊并无因为伊本身出身卑微，就来拒绝上帝的拣选，也无因为得到上帝的恩典，伊就来自高。伊敢若讲：“我心尊主最大，愿主的话成就伫我的身躯顶。”当玛利亚安尼讲的时，就表示伊愿意奉献伊本身，而且这个奉献就是一个委身的态度，也就是讲，伫伊生命当中，拢是将耶稣放伫第一位，凡事拢以耶稣为主，甚至将伊的生命主权完完全全交托。这就是尊主最大的态度，嘛是咱爱去学习的功课。亲爱的姊，伫咱圣经中，咱看到玛利亚对天使讲：“我心尊主最大的时阵，其实玛利亚伫迄时，阁有侪疑问是伊无明白的。譬如，为什么我会当通过信心投胎？为什么上帝要拣选我这个平凡的人等等？但认真讲，有时阵，咱确实会亲像玛利亚同款，伫信仰上也有侪真好理解的问题。但玛利亚伊真清楚，这一切拢是上帝伫掌权的。
就好亲像咱今仔日要监选牧师共款，只有顺服上帝的旨意，就亲像保罗所讲的，即马活着，无过是我，乃是基督伫我内面活着。曾经搭有一间教会，伊要招考即个宣教师去国外宣教，而且呢，应征的人爱去牧师所指定的所在伫遐考试。无偌久呢，就一个少年人伊走来应征。迄时，即个牧师伊就交代即个少年人讲：，你会伫过顶工的早起3点去一个所在遐，等我来给你考试。迄时少年人伊就真准时到，但无想到，迄位牧师竟然到透早8点伊才到。但是即个少年人伊是一直耐心伫遐听候。当牧师到的时阵，迄个牧师伊就问即个少年人讲：“你敢会晓写字？”迄个少年人伊就讲：“会啊，我会晓写字。”然后即个牧师伊就甲讲：“那安尼你若会晓写字，请你写明笔的笔好无？”当即个少年人写完了后，无搁问第二个问题。迄时少年人就问迄个牧师讲：“请问第二个问题是啥物？”这位牧师就讲：“我已经考完了。”迄时少年人并无明白，就问讲：“这样就好了吗？”牧师就讲：“无错，你会当转去。”迄时少年人感觉怪怪，哪有即款考试？到伫第二天的时阵，牧师伊就即个宣道会报告，伊讲即个少年人已经通过考试，而且是一个非常严厉的考试哦。伊讲，首先我考伊即个少年人是毋是有违心的心志，伊就故意牺牲伊的困名，爱透早3点就来见我，无想到伊竟然做甲到。煞只我阁考伊的耐性，就故意互伊等到透早8点，伊同款拢无生气，嘛做甲到。最后我就考伊的谦卑态度，因为我用误会囡仔的问题来甲伊考试，伊嘛愿意顺服。就因为这个原因，所以我认为这个少年人上有资格做咱教会的宣道士。亲爱兄弟，在今仔日的信息当中，互咱看见玛利亚愿意伫伊的生命当中将主摆伫第一位，也愿意用委身顺服奉献伊本身。这甲迄个少年宣教师同款。亲像即款奉献的心志甲态度，就非常值得咱来去学习。最后，我要用一个故事来做一个结论。曾经有一个真有名的理发师，叫做李威廉。伫伊细汉的时阵，甲伊的老爸伫一场的战争当中，煞拍煞去。无拍算伫即个囡仔大汉了后，就非常认真拍拼。伊的事业，有一天，伊的牧师来找伊，希望伊会当尊主做大，伫每一个礼拜日来休困，卖营业，并用感恩的心来回应上帝。果然，这个理发师伊就顺服牧师就真正伫每一个礼拜天，甲休困拢无营业，无想到伊的生意煞愈来愈好愈歹，愈歹。却面对这个店爱关的命运，但是这个威廉，伊并无因为安尼就来对主失去信心，然后伊就伫菜市租一个单位，伫遐做一个小生意。无歹算一天，有一个律师人客来甲伊店，但因为生意毋是真好，所以呢，这个少年人伊就甲这个律师开讲。开讲煞了后，这个律师拄要走以前，伊就顺便问这个少年人讲：“少年诶，请问，伫咱这个镇上，你有捌一个叫做李威廉的人无？”伊就马上甲讲：“我就是啊。”后来经过这个律师确认了后，就证实这个威廉
就是伊所要找的人。然后伊就讲：哎呀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迄时威廉伊就讲：你找我来创啥？律师就甲伊讲：你失恋的老爸在死以前，拢一直叫我爱找你，所以伫伊过往以前啊，有拜托我，当我找到你的时阵，爱将我所有的财产啊，拢要交互你。你看，一位尊主最大的理发师，会当伫咧保育当中得到遮尔大的祝福，实在啊，互人想袂到。但是，亲爱兄弟，咱毋免去甲欣赏，因为上帝互人的命定无一定共款哦。就准讲，咱无法度亲像威廉会当得到遮尔大的财产的祝福，但我相信，只要咱愿意学习，凡事尊主最大，凡事为主来活，我确信咱共款要得到上帝祝福满满，而且这个祝福。绝对是超越咱所求所想。愿上帝的话会当搁一摆栽种伫咱的心，请咱同心合同来祈祷。是阮的主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互阮搁一摆通过你的话来清楚，要如何学习，亲像玛利亚、保罗、宣教师以及理发师，会当凡事尊主最大，并奉献阮本身互你，甚至会当为你来活。恳求你加添信心，互阮通落实你的教示，伫阮的生活当中，互人会当因为阮的好所行来认捌你。阮安尼祈祷，恳求甲感谢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来吟新圣诗44首，我心。尊敬我主最大，请起立来吟全首。我心尊敬我主最大，为你我来欢喜，我个比你心恩叫我万世讲我福气，全领上帝我为我来行。伟大奇妙代志，相信归咱的我来吃，愿生命受苦气，敬畏主名以你名引，直到世世代代。请坐，奉献，书献罗秀珠执事、劳罗伊执事。
请坐。